cerca. Let's go.在开慢。这个违规骑在机动车道上，自行车违规骑在机动车道上。有事吗？不，刚刚那个自行车嘛，违规骑。像这种车一般，这种车一般可能就是比如说作业的这种车，洒水车啊什么东西，它不追求速度的，对吧？它就这样往前开，反正慢就慢一点了，对吧？这安全就行。汽车测试环境和 NEC ACB Trucks 融合测试窗品牌，并获得工信部 IoT 2020 5G 推进组认证。该平台。